咁我都直接講啦，其實咧我都贊成係唔需要公眾諮詢嘅。佢主要原因真係因為如果我哋做公眾諮詢嘅話，會影響到我哋今年冇辦法過到咧，細路仔可能要捱多幾個月咧，嗰個風險。我覺得唔需要，因為其實呢個嘅法例嘅即係推動咧，我相信已經好多市民都已經熱切盼望。我好相信咧，其實運輸署都做咗好多嘅喺公眾一啲嘅諮詢。是否需要邀請公眾就3項附屬法例表達意見？李議員，主席，我覺得唔需要，因為其實呢個嘅法例嘅即係推動咧，我相信已經好多市民都已經熱切盼望，因為都係牽涉到我嘅車輛嘅駕駛安全嘅問題。唔該晒，主席。林聖潮議員，同意啊，係唔需要嘅嚇。好，阿郭玲麗議員，係主席，我都覺得係唔需要嘅，因為其實關於公眾安全嘅一樣嘢咧，其實大家都一路講咗好耐，同埋由22年到而家，我好相信咧，其實運輸署都做咗好多嘅喺公眾一啲嘅諮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都應該有足夠嘅一個嘅諮詢，咁所以我又覺得喺個修訂上面又唔需要係一個我哋去提交一個公眾諮詢嘅。唔該。咁我都直接講啦，其實咧。我都贊成係唔需要公眾諮詢嘅。佢主要原因真係因為如果我哋做公眾諮詢嘅話，會影響到我哋今年冇辦法過到咧，細路仔可能要捱多幾個月咧，嗰個風險。咁平衡呢一方面咧，我認為咧政府應該要盡快去過咗條法例，即時進行一啲嘅檢討，然後咧就睇翻呢啲枝節嘅細內容咧，去進行下一次嘅修訂。其實我哋個委員咧都知道嗰個內容喺邊一度，咁而呢條例可能帶嚟嘅瑕疵咧，其實亦都唔係話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希望你哋盡快彌補呢方面咧，去減少呢方面嘅對大眾嘅一啲嘅影響。